平均要處理超過600班航機嘅貨物，仲經常要處理一啲咧空運抵港嘅海鮮啊，所以效率咧要好高㗎。咁好似我哋香港人中意食嘅龍蝦、魚生咁，點樣可以第一時間由停機坪去到貨站，再由貨站去到其他嘅餐廳食肆呢？嗱，呢度咧就係鮮活貨物處理中心啦。咁每日一早至下晝2點咧，就最多海鮮運到嘅。咁所以好多貨運代理咧喺航班未到達之前咧，一早嚟到呢度等收貨㗎。一定要咁早嚟呢度㗎？唔係咁樣嘅話咧，又點可以將最新鮮嘅貨物運出去賣啊？嗱，呢一個鮮貨物處理中心係直接連接停機坪㗎。咁成個處理程序由貨物落到交貨，最快只需要半個鐘頭就可以完成，係咪好有效率咧？咁先啊！咁不如今晚一於阿 Ben 請食啦，好嘛？